我收到最多嘅問題就係電單車行車記錄儀到底用車 cam 好定係用 action cam 好？乜嘢係 TS 格式？乜嘢係 Super MP4？ 同埋乜嘢係運動型相機？講到買車 cam，我覺得最頭痛嘅其實就係裝車 cam 啦。車 cam 咧都已經要幾叉嘢啦，都唔平啦，2000零蚊左右咁樣啦。咁啊計埋裝車 cam 咪678啦，咁當然係因應車款而定啦。咁加埋最後成件事咧成3000蚊。喂，咁我唔鬼用車 cam，我用啲 action cam 咪得咯？咩 Insta360又或者係 DJI 啊，又或者係 GoPro 咁樣咪得咯？呢啲小實驗咧，我喺2年前嘅片裏面已經做過啦。咁佢哋最大嘅分別就係一個叫做 TS 格式嘅秒寫檔。簡單嚟講，秒寫檔係車 cam 獨有嘅功能，而呢啲功能 action cam 就冇啦。咁佢實際上有咩用途咧？可以將我哋嘅畫面逐秒 save 低啊。因為我哋炒車嘅時候有可能會遭遇到極大嘅衝擊，而呢一份衝擊有機會令到主機裏面嘅嗰張 SD 卡鬆脫，又或者係移位啊。移咗位之後就會 total lost 咗條片噶啦。但係車 cam 就唔一樣啦，佢係可以鎖住你每1秒嘅畫面。好，我而家拎 action cam 同埋車 cam 模擬炒車飛脫 SD 卡嘅情景啊！而家臨炒個車先，跟住喺錄影中嘅時候掹咗張 SD 卡佢。當然啦，車 cam 呢邊我哋都照版煮碗炒一次車。睇翻個實驗結果，車 cam 係完整保留咗成個炒車嘅畫面嘅，但係 action cam 嗰邊係得翻一個定格畫面啊！就咁聽係咪覺得 TS 格式係個好東西呢？但係佢都係缺點嘅，就係 iOS 嘅小伙伴原生相簿係讀取唔到呢個 file 噶，所以 Mio 就沿用一個叫 Super MP4 嘅秒寫技術，到底係咩嚟嘅呢？佢就結合咗 TS 格式同埋 MP4 嘅優點，既可以秒檔，又可以直接喺手機裏面睇。不過講翻轉頭啦，呢個小實驗係2年前嘅，而家最新 model 嘅 action cam 已經咁先進啦，會唔會佢哋唔會斷片啊？我早排先將一部 action cam 擺喺架車度，然後佢跌咗落地下度，我執翻部機嘅時候，成條片仍然都係 total loss 噶。所以我本人呢，從來都係推薦正經嘅車 cam 做車 cam 係好過 action cam 嘅。好 follow 我，你可以知道更加多電單車有用同冇用嘅資訊啊！拜拜。